今日咧為大家介紹一個單位，就係金峰南岸首期唔使120個嘅高層正兩房全屋，向東南望住熊貓館。咁呢個單位嘅建築面積咧就係1246尺，相當之正嚇。樓層咧係15樓以上㗎，咁望住熊貓館，山景一覽無遺。咁我哋快步咧過嚟睇睇客廁先。咁客廁呢個空間咧係有明窗㗎。咁我鏡頭再轉過嚟咧，就睇埋個客房，仍然係望住東南朝向，望住熊貓館。咁我哋鏡頭再轉過去咧，就睇埋主人套房啦。咁主人套房呢個空間咧，其實金峰南岸好多兩房嘅標準上面咧，呢個空間都會設置咗一個係做衣櫃嘅位咧，個三門大衣櫃。然之後旁邊咧就係一個主人套廁啦，有明窗嘅。我鏡頭再轉埋過去，睇埋主人套房嘅景觀，都係東南嘅朝向，望住熊貓館啦。咁我哋咧快步再去睇埋我哋最中意嘅廚房啦，女士們最愛。咁廚房嘅設計咧係一個 U 型設計，有明窗。咁而家呢個單位幾錢咧？就係5,000萬啫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後台點呢個頭像私信聯絡我。拜拜。